第一个是，你也当做真正到30岁，你拢也未有谈恋爱，好，也阁是在世的，也毋免讲，迄个过，迄个过是啥？讲较清楚。冰冰冰冰，冰冰冰冰是啥？过，甲冰冰冰冰过，你无冰冰冰冰过的时阵，哦，食到30岁无冰冰冰冰过。你当然开始怀疑家己是毋是无人爱。 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贵宾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兆丁。唔知好食唔着啥物药啊？咱今仔日要讲的吼，就是讲吼，我想问你啦，你若当做你有一个超能力，你卡着一个人的身躯，卡着，你就会当知影伊咧想啥，你会感觉你感觉这个能力好啊唔好？哦，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先请问你，你都要考我的身躯，你感觉我咧想啥？竟然搁要录台语真认真啊！啊，唔太紧录录的。 我唔是安尼想，我是讲哇，又搁开始录台语真认真，足欢喜的，会使甲大家来见面啊！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若讲着讲吼，有即个超能力啊，哦，靠着对方的身躯就知影伊咧想啥。有一句俗语哦，讲啥？啥？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。 所以讲，你若有一个超能力，会当知影对方的心咧想啥。是。你真正是变做神一般的能力呢。是啊。安尼有够好的好啊。毋过哦，你也当做吼，你看一个人咧行做伙的时候，你安尼甲卡着，伊心内多咧讲你的歹话时阵，你会感觉做有罪的。别啊，甲爆落啊！真歹哦。系啊。惊死人。对无？系啊。你甲整啦，你甲爆落。哦，无安尼咧。好啦，其实对我来讲。 好，所以讲，好，对你来讲安怎嘿？我感觉吼，这个能力是一个足歹的，足无好，无好，好的虽然有足侪，也毋过吼，你也拄着这吼，你会开始想空想胖，你会想要知影你咧想啥，伊咧想啥，阮翁咧想啥，想去找查某啊，啊个创啥？自找烦恼。对啊。所以。 我明仔困袂去，我唔则歹困。啊哦，我搁讲倒转来啦，你今仔日问这个问题吼，我想一定是甲最近有一出足红足夯的日本的电视剧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啊，这个电视剧，这个电视剧吼叫做《那食到30岁永远是在世的》。 干啊，就会变成魔法师。哎呦，这个其实吼，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关头，伊是用源自一个日本的都市团队，对。啊，伊这个团队内底，伊就是咧讲吼，你也30岁，也阁是在世的，你就会变成魔法师。迄个魔法师的能力就是，你卡着别人的身躯，你就知影伊咧想啥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有一个日本的红仔册家，就把这个传说用来写做红仔册。哦，啊，这个红仔册呢，就互摕来做这个广播剧。 啊，电视剧电视剧有够穿的哦，上穿的是因为除了这两位男主角，足缘投的，足受欢迎的之外，是除了安尼，有啥物原因互伊遮穿？咱分两边来讲，第一个是，你也当做真正到30岁，你拢也未有谈恋爱，好，也阁是在世的，也毋免讲，迄个过。 迄个过是啥？讲较清楚。冰冰冰冰，冰冰冰冰是啥？过，甲冰冰冰冰过，你无冰冰冰冰过的时阵，哦，食到30岁无冰冰冰冰过。你当然开始怀疑家己是毋是无人爱。好，无自信啊。是啊，这大家拢有一种共鸣点，有无？另外一个就是，伊这个戏剧内底啊，这个红仔册内底啊，伊就讲到谈恋爱的时阵，毋知影对方敢有。 介意家己，然后就想要开揽起来，啊，心肝头一直皮肤菜，啊，这种感觉。哦，所以讲，也就是讲，这出电视剧会遐尼啊红，是因为伊剧情的描写，会当打进咱的人心，引起着共鸣，袂输咧写咱家己的故事共款。对，好，所以这电视剧足红的就对。对。啊，咱就来讲这个电视剧，上主要是咧讲安那，吼，有一个男主角叫做安达，好，过来。
啊伊吼，伊满30岁啊，满30岁啊，食到30岁。突然间有一天，啊，但要在世的哦，嘿，也毋捌冰冰冰冰过，啊，拢毋捌谈过恋爱，是，啊嘛从来毋捌有人甲表白过，是，嘿，啊伊感觉对家己足无自信的，是，啊伊看下是一个足平凡的上班族，啊，逐工就是穿西装，啊。换卡棒啊去上班，嘿，啊，逐工安尼过，啊到30岁突然间有一个灵月孙，伊就发现，等一下啦，食到30岁有一天，伊突然发现讲，伊只要靠着人的身躯，伊就知影对方在想啥。啊，所以有一天，你喺电梯内底，伊就另外一个男主角出现咯，嘿，这个男主角叫做黑泽，对。那么这个男主角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咧？哦，伊伫公司内底足受查某囡仔的欢迎。哦，伊是一个缘投飘撇。缘投飘撇，然后呢，真温柔大心，做事的能力较好。嘿，是一个这么啊优秀的人，去靠着这个安达的身躯。安达从啊规个人疯起来，你知无？因为这个黑泽所介的人，竟然是我安达啦！哦哟，安达完全无法度相信。对，啊伊就透过伊的这个能力吼，慢慢去发展出后边的故事。啊，两个人吼，慢慢的到底做伙啊。哦，所以安达发现讲，哇，像黑泽这么啊优秀的人，竟然是介意家己安达。所以安达嘛，感觉惊一条啦，惊一条，啊是我嘛会惊一条，真的吼。系啊，因为家己你感觉家己，无啥销路，无啥。感觉家己真落差啦，对啊，对方什么拢会，啊生个缘投，啊为什么偏偏要来介意我一个查甫？就是讲对方100分，我才60分。对啊，啊伊竟然去介意我这60分的人。对啊，那介意我，伊内底嘛有解说。好，内底嘛有解说。解说有啥物唔介意？这个世界真奥妙哦。系啊，所以大家我今晚真想要甲剧情甲大家讲的啦。所以大家若有兴趣，其实会使家己去看卖啦，看这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安怎来发展，啊两个人了后的这个恋爱路安怎来行。嘿啦，吼，大家其实吼，还有另外一件代志。哦，就是讲黑泽这个人啊，演黑泽这个人啊，伊的名叫做町田启太啊，因为吼，伊伫这个30岁变魔法师这个这出剧内底，伊是演一个看起来足斯文，啊足温柔、足清气的一个查甫囡仔对无？啊，穿个西装啊，看起来足厉害，安尼的感觉。也毋过啊，最近佫有另外一个足红的日本剧，伊叫做《今际之国的闯关者》，足好看的，我看了啊。啊，嘛是伊做男主角。哦，伊是配角，也毋过，伊的形象，形象，两个完全无同。我看到同一人演的，我根本认袂出来。哦，那表示讲这个男性的演技一棒就对啦。对，伊演主角的好朋友。哦，伊伫这出戏是演主角，演配角就对啦。配角，一出主角，一个配角，啊，两个角色完全无共款，但是伊嘛是演甲真好就对。啊，伫经济之国内底，经济之国，经济之国，伊的外表看起来，就是面金头章啊，金头章，金头章，金色的就对啦。老喙鬚啊，穿了灰色的花衬衫啊，就是迄个灰色子，嘿，穿灰色子啊，就是看起来就是龙珠啊，花公主啊，佮经营一个酒馆啊，有影咧，完全无共。啊，你有影甲这个做主角这个角色，你根本认袂出来，差天甲地，嘿，对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咱今仔日看到这，我惊一条，我就甲别人讲吼，咱会当来讲这，真正是完全生做无共啦，我感觉这足厉害啊！哇，什么角色就成什么角色。对，啊，今仔日要教大家什么物件呢？哇知，唔是啦，咱今仔日要教大家啦，就是讲吼，你咧谈恋爱时阵，咱先讲一个，你咧谈恋爱时阵吼，你有当时啊拄着你介意的人啊，像我碰到我介意林玉珍，我碰到林玉珍，我就会感觉啊，心肝头一直咧跳足紧，泡菜，所以小鹿乱撞，咱的小鹿乱撞，咱就讲心肝泡菜。哦，泡菜。要毋过吼，我是拢讲皮泡菜。皮泡菜。嘿，咱边咧甲咱讲吼，其实吼，
people 菜、婆婆菜、安怎菜、安怎跳，嘿，你拢会当家己去组合。哦，拢是咧菜。伊是像阮庄卡遐较定定讲心肝头 people 菜，有当时啊吼是咧单恋爱，也毋过有当时啊吼是可能你拄着一个啥物物件，你惊着，哦，你咪当讲心肝头 people 菜，对。好，再来咧。咱讲着吼，就是今仔日即个黑泽，黑泽，咱有一个俗语，但迄俗语会当甲形容伊的人款。好，来。生做这安尼。比如讲男主角的眼神正美人，会讲高就对啦。哦，像你安尼哦，差济咧。会当吸引会讲声关，目光就对啦。来，所以这句台语的俗语要安怎讲？小心小心，目睭掉时钟。哦，小心小心，目睭掉时钟。哦，来表示讲这个男主角安尼眼神美人，会当声大家眼光安尼对啊。哦，了解。对。啊，过来。做先有成才，做跳有开鞋。哦，就是意思就是讲啊，不管扮什么款的角色啦，拢会当演出甲迄个应该有的特质。是啊，就像咱较多讲的有无？迄个黑泽啊，伊演一个斯文的查某囡仔嘛会使啊，演一个龙主嘛会使啊。哦，真难的呢，也毋过吼，你会当学着一寡较难的俗语，啊来就去形容啊，甲边仔的人讲吼，惊死，边仔人惊死。哦，你讲啥物物件？哦，表示讲你做学问的就对啦。啊，其实拢骗的，骗假。就是安尼对嘛吼。好啦，咱今仔讲到遮，就是讲吼，恋爱吼，看着介意吼，啊，你咧讲，你还勇敢早，啊，无你到30岁时阵吼。你得变魔法师袂歹啊！所以咱今日会甲大家介绍这出日本剧。那食到30岁，依然是在世的，敢若会变成魔法师。对，今日就讲到这。好，后回继续支持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啊，佮有另外一本剧吼，是指 NHK 大河剧的一个剧，叫做《西厢店》。伊内底吼，就打扮变成一个日本古代的迄种武士有无？武士的迄种看起来迄种共款吼，啊迄种头吼看起来，啊佮看另外迄两脚头拢讲无共款啊，佮无共款啊。我感觉伊迄个男生爱摕钱互你感谢。真诶，我拢会帮你宣传吼。推送啊，因为真正足好看诶啦，因为日本剧吼，对我来讲，有足少。会当吸引到我，我想要去看。真就写到你就对。对，所以我感觉吼无简单，无简单。然后有闲再来看，啊再甲你讨论。嘿，朋友，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每边，我恁个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。